係咁好感恩啦，能夠繼續咧同大家一齊有喺網上咧去學習嘅機會。咁我自己咧都係好發現咧喺呢一個嘅誒呢個世代啊，我哋咧係好多時候咧對於聖經啦，咁同埋自己嘅生活上面咧，好似有啲抽離啊。咁咧，我最近呢一段時間咧，就大家都知啦，可能我唔係可能，我已經準備已經退休啦啊。咁咧就係希望能夠咧多啲時間喺教學上邊啦。咁我亦都咧係因為就嚟咧雖然退咗休咧，我都會幫咧係加拿大福音證書協會咧會嚟到帶一啲嘅遊學團啦。咁嚟緊我哋11月中咧就會去呢一個嘅意大利。咁好多人都去過意大利啦，可能你去遊輪啊或者羅馬特別多啦。咁我自己都去過好多次羅馬，但係咧最短嘅一次咧就只係得，即係冇辦法想象半日，真係半日啊！因為早上嘅飛機一到，跟住走咗半日，匆匆忙忙咁，然後夜晚就去咗出去其他地方啦咁樣。咁我就諗，哇，羅馬究竟係個咩嘅環境，點樣嚟到去了解咧？咁我哋對於羅馬都好熟悉嘅嚇，條條大道通羅馬，咁我哋個個人都識背噶啦嚇。或者咧可能多一句咧，就係話啊，羅馬唔係一日建成嘅，咁我哋咧就可以慢慢嚟啦咁。你而家見到呢一幅圖咧，就係喺由一路咧由當時最右手邊咧就係呢一個當時東羅馬帝國啊，今日嘅嗰個嘅首都嚇就叫做咧拜占庭啊，呢度睇到啦，Byzantium啊，拜占庭就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啊。咁再喺度一路沿住嗰個河岸邊一路走咧，就可以經過咗今日嘅希臘嘅北邊啦，再過去咧就係去到羅馬嘅意大利嘅嗰個嘅半島，咁仲有一路可以直去到羅馬，好多條路。咁羅馬嘅路咧真係好出名，咁呢個係我哋所知道嘅。咁但係咧，我哋又發現咧，即係其實咧，我哋對羅馬仍然咧係好多嘢唔知㗎喎。譬如話咧嚇，今日點解我會揀呢個題目咧？就係譬如話，當我睇到呢一個嘅圖像嘅時候咧，呢個係算係咧係羅馬嘅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嘅呢一個嘅叫做記號嚇。咁我哋知道羅馬城咧嘅建立咧有一個神話嘅故事啦，講係有兩兄弟咧，俾一隻母狼啦嚇，俾一隻狼咧養大啊，食狼奶大嘅啊。咁咧佢哋就成為咧呢個最早期羅馬嘅所謂羅馬城嘅嗰個嘅建立嘅人啦嚇。咁我哋有見到咧有呢幾隻字咧，SPQR 咧，又係咧我識佢，唔係佢識我，我唔識佢喎嚇。因為每隻字我都知佢做乜，但係咧又硬係睇得唔係好明啊！即係咧嗰個嘅意思係乜嘢咧？咁今日我哋就由呢一個嘅幾個字母嚟到開始嚇。呢幾個字母咧，其實咧就係代表咗咧羅馬嘅一個政治嘅誒政府，應該話羅馬政府嘅體制啊。最早嘅時間咧，當然啦，古代咧嚇最早嘅時間咪邊個有能力嚇，誰大誰惡誰正確咁咧，就變成咗咧佢哋嘅統治者啦。係咧，羅馬帝國咧好出名嘅咧，就係咧早喺咧主前嘅509年左右咧，佢已經開始咧推行一個嘅共和政府啊。所謂共和政府咧，其實有3層嘅。咁呢度呢個 SPQR 咧，其實就喺呢個佢哋嗰個共和政府裏邊咧，嗰個結構當中咧，兩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咩咧？呢個 S 咧就係所謂元老院，或者咧今日喺美國嘅政制裏邊咧就叫做參議員啊。咁而所謂另外嗰個 P 咧就係代表人民啦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個共和國嘅結構嘅裏邊咧一個咧係公民嘅議會嚇嘅嗰個部分嚇。咁呢兩個即係其實今日我哋可能都會聽到有參議院、眾議院啊，呢啲都係根據喺當時咧羅馬帝國嗰個羅馬共和國嘅嗰種嘅結構啊。呢一班嘅元老咧，多數都係貴族啦，佢哋負責咧就去諮詢啊，同埋咧係制定當時嘅政策。
而公民大會咧，呢班咧就係一啲嘅公民咧，可以投票啦，可以選立咧邊個做佢哋最終嘅執政官啦嚇。咁另外咧就可以咧係喺推動去立法。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好先進嘅一個嘅政治嘅體制嚟嘅。但係你唔好忘記呢個係講緊喺2500幾年啊，唔止啦嚇。如果你計埋而家我哋已經去到2020幾啦，咁咧就係話喺2500幾年前咧就已經有一個咁嘅體制咧，係好唔容易啊。咁另外呢一個執政官咧，留意喎，英文有個 S 嘅，係中蘇嚟嘅，所以佢哋咧更加咧唔係話唔可以即係一個人話晒嘅，一定咧要有一啲制衡嘅。咁所以當時執政官咧都係有兩個啊，而且咧係每年咧選出執政官，就唔容許咧嗰啲嘅國王咧再咧，特別係如果有啲昏君啊，唔容許佢哋咧繼續咧係可以專政啊。咁呢個咧係共和國嘅羅馬喺500幾年主前嘅500幾年咧已經有嘅一個嘅體制。咁呢一種嘅體制咧係喺對嗰個嘅人民嚟講咧嚇，喺理想咧係一個非常好嘅體制。咁咧就，但係咧我哋又睇到咧，佢真係咧係咪能夠我哋要真係要問一個問題，係咪能夠咁好咧？咁都幾好嘅咯，因為可以推行咗差唔多500年喎。咁但係咧到後來咧，亦都被推翻。咁我哋就會一齊嚟到去諗諗呢一個咁好嘅體制，點解又會被推翻咧？咁我哋先從咧呢個嘅呢個體制佢哋實行嘅狀況裏邊咧去諗一諗嚇。我哋如果有弟兄姊妹咧去過以色列去過，所以去過希臘啦，你可能都一定會去過呢一個巴特農神廟嚇。我唔知你有冇去過神廟，望到遠喺附近咧有一個山頭啊。呢個山頭咧就係即係乜都冇嘅，好細個嘅啫啊。咁喺度揾條樓梯上去咁咧就可以都望到好大周圍嘅景色嘅。嗱呢一個咧誒。係咧叫做就係聖經裏邊所講嘅亞略巴古啊。喺《使徒行傳》17章咧就講到咧，保羅咧就去到呢一個亞略巴古嗰度咧，同當地嘅人咧嚟到去討論佢所傳嘅信仰係啲咩回事咧。咁呢個就係當時嘅，其實呢個可以話咧係當時嘅人民議會嘅地區部、地區辦公廳嚇，喺希臘嘅就部分啊，人民議會嘅一個嘅係可以自由發言嘅地方啊。咁呢個咧亦都係咧羅馬嘅一個嘅，可以話咧係羅馬嘅一個羅馬帝國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建樹啊，就係話咧容許人民發言啊。所以我哋可能好多人聽過喺倫敦嘅海德公園，你又可以自由發言。其實一早幾千年2000年前咧都已經有噶啦啊。而且羅馬嘅律法咧亦都影響好多人。好啦，嗱，如果喺一個地區嘅地區嘅辦公室下都有咁犀利嘅設計，咁大嘅，唔係話得一個電話亭咁大啊，係好大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嚇，你可以想象下，去到喺羅馬首都嘅裏邊又會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咧圖片嘅嚇，當時羅馬嘅議會咧嗰個嘅壯觀嘅情況嚇。呢個咧就係咧我哋今日如果你去羅馬咧，你會聽到一個地方叫做咧 Forum 啊，Forum 啊 Forum，或者咧係講到佢哋嘅。有啲人以為係市集，其實咧係議會咧成個嘅廣場啊，裏邊有好大嘅啊。咁咧就好多人可以同時聚集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嘅人民議會開會嘅地方啦嚇。咁但係呢個地方咧亦都唔係好太平嘅啫。你話大家嚟為國嚟到討論點解唔太平㗎嚇？最唔太平嘅一件事咧就喺主前44年咧，當時咧呢一個嘅凱撒啊。凱撒咧就喺呢一個地方喺佢議會嗰度咧被行刺嚇。而且咧就好多人咧係反對佢嚇。呢個係好出名嘅一個嘅事件嚇。甚至咧佢係喺3月15號發生嘅。咁甚至有時咧好多人就咁提起咧，就係話呢個3月15號咁咧就大家都知就係凱撒咧被行刺啦咁樣。咁呢一個行刺嘅原因咧，背後我哋都知道咧，就係咧當時咧。雖然話議會就係大家和平嚟到討論啦，但係咧中間咧羅馬係其實係軍事立國，我哋亦都提過啊。軍事立國不斷喺呢個議會嘅過程裏邊咧，
仍然有好多好多咧對外嚟到去擴張啊，好多咧好多嘅將領咧，又自己有私人軍隊啊，又嚟到咧喺元老院裏邊咧係好多嘅挑戰啊，大家咧係嚟到爭拗嘅。咁凱撒咧呢一個咧。啊，凱撒或者你有人聽佢咧係就係 Julius Caesar 啊，有啲人咧係稱佢為猶林凱撒啊咁咧呢個佢喺當時嚟講咧，佢係權力非常之大嘅，差唔多近乎咧就要控制成個元老院啦。咁有啲人唔忿氣啦，於是咧就喺一個聚會裏邊，喺一個假意咧親近咧就嚟到去將佢咧係擊殺咗啊。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就產生咗好多嘅動盪。因為一個本來差唔多控制大局嘅人，居然咧冧咗落嚟嚇。於是好多人咧就想辦法啦，都想分一杯羹啦嚇，都想自己爭取更多嘅權力啊。咁於是咧就喺度紛紛咧就嚟到去出好多手段啊。所以呢度咧差唔多十幾年，咁做到最後咧就咧係去到主前嘅，sorry 嚇，主前嘅27年咧先至定落嚟。咁我哋先喺度補充一下咧，凱撒咧其實係咧呢一位嘅我哋而家知道凱撒就係羅馬時代君王嘅名號啦嚇，等於好似埃及嘅法老咁樣啊，或者咧呢一個嘅非利士人嘅王裏邊嘅阿比米勒咧，呢啲都係君王嘅名號。但係當時咧，凱撒其實咧只係呢一個猶流咧佢嗰個家族嘅一個嘅名號啫，並唔係凱撒嘅名號。咁呢個點樣會變化成為凱撒嘅名號咧？就要咧係歸功咧嚇佢嘅承繼人啦嚇。當時佢嘅養子嚇，唔係佢親生仔，係佢收養嘅養子咧就係咧叫做 Octavian 嚇屋大維啊。咁佢咧就去喺中間咧係出嚟嚇興起上嚟咧。雖然經過十幾年。經過咗十幾年嘅呢一啲嘅動盪之後咧，咁佢就真係咧興起咧，就成為咗咧當時咧嘅凱撒啊！咁佢唔單止成為凱撒喎，佢仲要咧係成為咧所謂嘅凱撒阿古士督啊，或者奧古斯都嚇，呢個係一個翻音譯嘅啫，所以唔緊要㗎嚇。咁咧就佢咧就喺主前27年咧，就成為咗當時嘅獨裁嘅君主統治人啊。咁我哋識得佢㗎，因為路加福音提過佢嘛。路加福音第2章一開始嘅時候就係提到咧，喺佢嘅作王嘅時代咧，就係佢下令咧需要進行人口普查。咁於是咧就將以至到咧耶穌咧同即係耶穌嘅父母啦嚇，約瑟同瑪利亞咧就要去到伯利恆而圓圓滿咗嚇先知嘅預言咧，就係話咧基督要生喺伯利恆嘅呢一件事情。咁另外咧就係第二個我哋喺佢做皇帝之後咧，就係咧提比留啦。該撒提比留咧，亦都係咧喺聖經裏邊同樣係路加福音啊。路加咧同埋無論佢寫福音書或者寫使徒行傳咧，佢都其實對當時嘅歷史咧有研究啊。咁該撒提比留咧就係耶穌公開傳道，你睇到啦啊。佢係主前嘅主後14年咧開始咧係做皇帝嘅。聖經就好清楚嘅講啊，路加福音3章嗰度講咧，就係喺佢做皇帝嘅第15年咧，咁佢就做咗啲嘢啦。咁嗰個時候咧就發生咗咩事咧？就係發生咗咧耶穌公開傳道啊。咁所以你就留意到哦，咁我哋都估到，如果係咁樣計嘅時候咧，即係耶穌大概30歲喎。咁聖經即係好清楚講嘅喎。咁咧，我哋亦都知道耶穌基本上咧喺佢嗰個嘅差唔多喺佢嘅出嚟公開傳道嗰幾年裏邊啊，甚至佢被釘十字架受難咧，亦都係咧喺提比留嘅手下啊呢一個嘅總督比拉多咧審判啊嗰個嘅時候。咁所以你可以留意到咧，呢個提比留咧其實同耶穌嘅事工咧好有關係。第三個喺聖經裏邊真係有名提出嚟嘅咧，就係呢個革老丟啦。革老丟或者有啲人咧譯做克勞狄啊，唔緊要，都係音譯嘅啫。咁喺使徒行傳18章咧，當時講到咧，佢係下令咧將猶太人咧全部趕逐離開羅馬，
咁咧就所以先至有咧亞居拉同埋百基拉兩夫婦咧去到哥林多而認識咗保羅嘅呢一個嘅過程啊。咁我哋聽落去咧，如果從聖經嚟睇，喺呢一個嘅呢一啲嘅羅馬嘅君主嘅統治嘅底下咧，其實都係對猶太人啦，或者對即係福音咧係有影響嘅嚇，唔係幾好過嘅啊。咁啊，究竟點解咧？就即係神容許呢樣嘢咧？我哋或者會問啊，又或者咧，甚至我記得提過，我上一次同大家去講你可能唔喺度，唔緊要嚇。即係無論如何喺加拉太書咧，保羅有提過呢一個係一個適當嘅時機，一個成熟嘅時機啊。咁嘅時候咧，所以就耶穌先係出生啦。咁話呢個成熟嘅時機點解會仲係對猶太人咁多嘅難處咧嚇？然後我哋又睇翻轉頭咧再睇落去啊，應該話再睇落去咧，《使徒行傳》裏邊咧就話呢一個時機咧就係一個國泰民安嘅時機啊。咁甚至咧呢個國泰民安咧，我想同大家特別去提一提咧，就係 Pax Romana 咧，亦都係咧喺歷史上邊咧對於猶太，sorry，對於咧羅馬時期呢一段時間啊嗰個嘅一個嘅定案嚟嘅，一個定位嚟嘅啊。基本上咧就係由咧該撒亞古士督咧廢除咗呢一個元老院議會呢一個嘅共和政體，而成為咧一個嘅獨裁者。再咧一路去到咧主後差唔多180年左右嘅呢一段時間咧，喺人睇嚟咧係一段好和平、好繁榮嘅時代啊。所以咧睇歷史嘅裏邊，甚至當時嘅人咧，佢哋你可以話呢個帖土羅會唔會係有啲拍馬屁啊嚇？即係嚟到去同羅馬嘅軍隊喺羅馬嘅官員前邊要告保羅啊嘛，所以就先嚟到讚對方一下，希望拉近距離咧咁。可能有咁嘅做法，但喺歷史上面咧，仍然都講呢一段嘅時間係所謂嘅羅馬治世，羅馬嘅即係我哋可能即係嗰度係一個咧非常之繁榮穩定啊，帝國嘅領域咧不斷嘅擴張，而且咧文化咧亦都有好大嘅發展啊。咁呢個咧係一個讚賞嘅言語嚟嘅喎。咁所以我一路讀呢一個經文嘅時候咧，我都要問呢個問題：咁究竟邊個係喺度主持大局咧？嚇！咁我哋今日咧就一路想同大家睇嘅就係話喺呢個所謂人嘅大局嘅裏邊，又係一個點樣嘅模式咧？咁嗱，我嘗試將佢咧係用一個圖嚟到表達嚇。最早嘅就係一個共和政體啦，你要記得下嗰個嘅三個嘅層次啊。咁但係好似咧唔係好得喎咁。咁後來咧就呢個屋大維咧就將自己咧係即係慢慢慢慢咧係嚟到去變成咗獨裁者啦嚇，自稱為元首啊。咁睇咧呢個我哋要明咧，呢個唔係今日開燈熄燈咁 click 咁我就變成咗獨裁者啦，咁唔係嘅。中間咧其實一定有一個過程嘅。喺羅馬嘅時代嗰個過程咧就係啊。喺共和嘅呢一個嘅政體底下，仍然有唔少人貪污，又有唔少人濫用權力，仍然有唔少人好着重咧因為階層嘅分得好清楚嘅緣故咧，嚟到咧係奴役嗰啲嘅人民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長久積落嚟嘅時候咧，就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佢哋成日都爭權奪利啊，好多咧係嚟到令到咧係內亂啊。如果唔係凱撒都唔會喺主前44年俾人殺咗啦嚇。呢種嘅爭權奪利希望咧呢一個嘅就會造成咗好多唔穩長期嘅內亂啊，所以令到啲人民咧好厭倦。咁於是佢咧寧願咧係支持一啲咧能夠咧帶嚟秩序同埋繁榮嘅一啲嘅強人統治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成為咗咧呢個該撒亞古士督咧佢嘅一個嘅機會啊。佢咧喺開始嘅時候咧，佢唔係一開始就變成咗獨裁者嘅喎嚇，佢係同好多唔同嘅人嚇就話我哋一齊嚟坐
重新重建呢一個嘅共和嘅政體啦，我哋一齊嚟到去帶領啦嚇。聽落去嘅時候幾好喎，佢甚至咧，當佢開始上位嘅時候咧，佢咧亦都係自稱咧自己係第一公民，即係我都係人，我都係人民啫，我係人民嘅一份子啫咁樣啊。咁咧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就10幾年啦，咁佢就上咗位啦嚇。咁你特別要留意下呢一個圖咧，中間有呢啲嘅好似括號呢一啲咧，我就用佢咧嚟到代表咩咧？就係代表一啲咧，當啲軍隊嚟到爭權啊、軍人專政啊，或者中國近代咧叫軍閥割據啊，啲軍閥啊，我自己喺唔同嘅地方咧就佔地為王啦嚇。咁樣呢一啲嘅血腥嘅場面啊，所以咧通常喺一個過程嘅裏邊咧，就有好多呢啲嘅血腥啊，或者咧大家你呃我，我呃你嘅過程咧，先至咧係進入咗一個穩定啊。咁咧呢個落去咧，我哋就會睇到咧喺聖經嘅時代咧，其實仍然有好多嘅喺呢個嘅 Octavian 之後咧，仍然有唔少嘅誒獨裁者，仲有君王嘅。不過咧，聖經就冇提佢哋嘅名，但係咧冇提佢嘅名咧，我哋都仍然識佢嘅喎，因為佢哋咧實在係比較咧臭名遠播啦，或者佢哋嘅建樹都唔少，咁又唔好成日鬧人臭名遠播啊。咁咧第一個就係尼祿王啦，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啦嚇，就係佢咧係一個咧係。佢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大喜功啊，覺得自己咧係好叻嘅啊，咁佢用佢自己好奇奇怪怪嘅方法啊，例如咧佢可能想重建，哇羅馬城太醜啦，想重建羅馬城，咁佢咧就夠膽咧，跟住咧就放火燒羅馬嚇，咁但係燒下可能佢又啲驚，即係俾人知道就唔得嘅喎，咁樣，於是佢咧就將呢一個咧就責任咧推咗去基督徒嘅身上咁樣。咁當然呢啲係野史啦，咁聽下就好啦。咁但係你望住可咧，尼祿咧，佢就係一個咧係即係當時嘅統治者，但係咧佢亦都咧係成日都覺得咧佢自己係神，佢咧就要求咧別人咧係稱佢為神啊。咁然後咧終於去到69咧，呢個已經係全部係主後噶啦嚇。69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另外一個將軍嚇，呢個維斯帕先啦嚇啊。佢咧就係成為嗰個君王。嗱，你唔好以為咧，咁好平穩過渡啦，咁唔係喎啊？點解我呢度有兩棟咧？呢個一方面咧就係代表係成個家族嘅轉移啦嚇。尼祿咧係屬於另外一個家族嘅啊。另外一個仲有一個重點咧，其實我冇寫落去太多嘅詳細情況咧，就係由尼祿死咗之後，佢自殺嘅嚇。尼祿死咗之後，去到另一個王真係可以穩定上位嘅時候咧，中間其實已經經歷過3個王，所以我講嗰種血腥啊，嗰種嘅爭鬥咧，亦都係每人做幾個月嘅啫，就俾人推落台㗎啦咁樣。咁還好咧，去到最後69年咧，就開始穩定一啲。咁呢個咧係兩父子啊，呢個爸爸呢個維斯帕森咧，佢咧就係下令咧建造咗呢一個嘅鬥獸場。咁而提多咧就係呢個鬥獸場咧起咗好多年嘅，係提多去完成嘅。不過睇佢完成呢一個鬥獸場之前咧，提多咧亦都係個將軍。咁我哋應該都要熟悉佢嘅，因為提多咧就係嗰個咧係將耶路撒冷嘅聖殿咧係完全推毀啊！耶穌時代嘅聖殿咧嚇已經係第二個聖殿咧，咁咧就係提多咧將佢拆毀嘅嚇，係佢嚟到完成咗耶穌所講嘅嗰個將來呢個殿咧一嚿石頭唔會喺另外一個石頭上邊啊！咁呢一個咧就係當時呢件事咧就係發生喺提多攻打耶路撒冷嘅時候，咁啊第日有機會咧再詳細講啦。不過你會留意到咧，呢兩父子點解會咁好人啊？會起呢個嘅鬥獸場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安撫嘅手段嚟㗎嚇。佢哋當時有一個概念就係話咧，點樣要令到啲人咧係
平平安安，即係冇咁多動靜，乖乖地咧嚇，總之你俾佢食，俾佢玩就得㗎啦咁樣啊。所以咧呢個鬥獸場咧就係咧今日你見到咧，當然係已經係崩壞咗啦嚇。但係咧最早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呢個宏偉嘅建築有4層啊，一路咧上去。咁而喺鬥獸場裏邊咧，就係當時嘅人咧，佢哋去鬥獸場裏邊嘅娛樂咧，除咗話睇嗰啲誒格鬥士啊嘅 gladiators 咧喺度打你打我，我打你啦，真係鬥獸啦嚇，或者同啲野獸搏擊啦嚇，仲可以咧大家去講下談天說地啊嚇，你見到咗中間有個人仲喺度煮飯添啊，嗰啲喺度打交又勸交又講下啲或者講下啲八卦啦，講下啲最近有啲咩新聞啦，咁好多人去嘅喎，成為佢哋咧好快樂嘅一啲日子，而且最重要咧就係佢哋有一種感覺咧。就係自己咧可以有操生殺之權啊！咁啊，唔知你有冇聽過啊？喺咧，如果有人打兩個人去對打啊，應該打到死嘅嚇。咁啊打，咁其中一個咧被打低嘅時候，咁殺唔殺佢咧？咁咧就係人民話事喎。咁如果嗰啲參加喺當時睇嘅呢一班嘅觀眾，個個咧嚇豎起手指公啊，又或者咧支持佢啊，有啲做一啲支持嘅聲音啊、手勢啊咁嘅話咧。咁呢一個被打敗嘅呢一個嘅武士咧就唔使死啦。咁哇，如果我哋唔中意佢啊，今日喺呢個唔好睇，唔中意佢，咁咧就大家咧將個手指公向下嚇，然後咧佢咁樣啦。咁結果呢一個嘅被打敗嘅一個嘅武士咧就會被殺死啦。哇！呢種咧掌控人嘅生命嘅呢一種嘅感覺咧嚇，令到好多人咧覺得自己哇好強大啊！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羅馬社會咧係有呢一種，你可以用我哋睇就話有一種扭曲嘅情況，但係一個好流行嘅一種嘅心態嚟嘅。好，再睇翻下呢一個嘅當時嘅議會嚇，呢個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廢墟啦，當時嘅forum 啊，就係呢個議會廣場啊。今日如果去羅馬咧，你都應該一定要去㗎嚇，睇下當時嘅環境。旁邊嘅山上邊咧就係有呢一個凱撒古士督嘅皇宮喺嗰度㗎啊。咁我哋再睇下啦，後邊啊呢度咧你睇唔到嘅，我要指出俾你睇，呢個咧就係鬥獸場啦，就喺隔離嘅啫。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你要知道咧，就係咧所謂提多嘅拱門啊，提多嘅凱旋門啊，凱旋門係即係打贏仗翻嚟先訂立㗎啦。佢打贏咩仗啊？頭先提過啦，就係打贏咗耶路撒冷啊嘛。呢一個喺凱旋門嘅上面有一角咧，就有一個好清楚嘅浮雕咧，顯示咧當時佢哋羅馬嘅軍隊點樣打贏咗呢一個嘅耶路撒冷啊，攻陷咗耶路撒冷，將聖殿裏邊嘅金燈台咧都搶咗嚟啊！所以今日點解我哋知道金燈台係點樣樣咧？其實都係靠呢一個嘅浮雕咧嚟到提醒我哋嘅啊！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當時呢幾個王咧喺人民嘅心目中咧又係咧好受歡迎嘅嚇，因為佢打贏仗啦，因為佢又俾佢哋有娛樂啦，又似乎有嘢食啦，有一種咧好有即係能夠掌控生命嘅一種嘅感覺啦。但係實際上咧，對當時嘅基督徒咧卻係咧已經係定咗好多嘅一個嘅即係黑暗面喺嗰度啊！咁我哋一陣間會繼續講嘅嚇。咁我哋再睇落去咧，喺呢一個嘅提多之後咧，另外一個王咧係即係我哋同聖經裏邊都有關嘅。聖經冇寫佢個名，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喺考古裏邊知道咧，就係咧喺主後81年咧，當時成為誒王君王嘅呢個咧係Domitian 啊，多米田啊，有啲翻譯稱為斗米先都唔緊要啊，又係翻譯譯音嘅啫，你自己中意譯一個都得嘅。我哋知道係呢個人啦，咁咧佢喺以弗所嘅地方，咁咧就係為自己咧嚟到去建立咗個神廟。佢甚至咧一開始咧就係覺得啦，佢唔係第一個自稱為神，或者唔係第一個要求人哋將佢當做神嘅一個嘅皇帝，但係佢係第一個咧為自己建立神廟嘅皇帝嚇。咁係建喺以弗所
咁當時即係好多以弗所嘅官員咧嚇，因為佢嘅緣故咧，當約翰嚟嘅時候，使徒約翰嚇嚟嘅時候咧，佢哋就恐慌啦，驚咧多米田咧怪罪落嚟，所以就將咧呢一個使徒約翰咧係放逐咗去拔摩島啊。咁所以聖經裏邊雖然冇提過佢嘅名號，但我哋都知道咧當時嘅狀況，亦都係俾我哋睇到一個情形，就係原來當時咧已經有咧佢係要求咧嗰啲嘅人民咧嚟到去將拜皇帝嚇。咁我哋喺以弗所嘅博物館裏邊咧，曾經亦都見過嚇。呢個就係喺呢個神廟裏邊咧一個好巨大嘅神像。咁呢個小朋友當然好細啦，咁嚇。但係咧我企埋去咧，咁我即係都只係去到手臂嘅呢個手臂嘅一半嘅啫啊。所以你可以想到呢個像係非常之大嘅啊。咁而因為咁嘅緣故咧嚇，就好多人咧就即係因為拒絕拜皇帝咧，就受到好多挑戰啊，開始受逼啊。約翰就係其中一個啦，都未有任何動作啊，就已經俾人趕走咗啦啊。咁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啊世俗嘅眼光嚟睇啊，所以我哋都問一個問題啊，呢個所謂嘅國泰民安啊，係指咩咧？好明顯咧係講緊咧用帝國嘅嚟睇嘅話咧，就係好明顯係講緊佢哋能夠咧嚇，即係有最大片嘅土地，係能夠咧有好多嘅娛樂，有好多嘅軍隊，好多嘅權啊。咁呢一個喺當時嘅特別係一班貴族嚟講咧，係好明顯嘅啊！呢個黃色嘅框框咧，就係今日嘅以色列啊，所以你可以睇到成個嘅羅馬嘅版圖。羅馬版圖最強盛、最廣大嘅時候咧，就係主後117年，就係佢哋嘅一個嘅皇帝咧啊，即係應該係叫做 Hadrian 啊。咁咧一陣間我會再講佢嘅嗰個時候，呢個係佢哋最強盛嘅時候。所以讀羅馬書啊，保羅喺羅馬。羅馬被囚嘅時候，佢話佢出獄之後咧，佢可能要準備去或者保羅寫信啊，寫信俾羅馬教會。當時佢未去羅馬被囚，sorry 啊。咁保羅寫信寫羅馬書嘅時候咧，佢係寫信俾同羅馬教會講咧，佢準備咧如果係經過羅馬咧，就去西班牙咁咧，或者有啲人所謂嘅認為咧即係佢出咗獄之後咧，因為按照使徒行傳咧保羅寫做罪嘅小行傳最後咧，其實佢仲喺羅馬坐緊監嘅喎，但係佢只係話咧神開咗門啦，冇任何嘅攔阻咁可能佢出咗監之後，真係有機會去咗西班牙嘅喎，因為西班牙咧又有好多咧羅馬時期嘅建設，羅馬時期嘅軍隊，甚至英國呢啲咧都係屬於咧喺當時嚟講咧，所謂地極咧，直到地極咧嗰個嘅地方咧，喺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咧，兩個地方咧都有一個都叫做地極嘅地方啊。所以咧佢哋都覺得我哋真係咧整個帝國嘅最西邊嘅一個嘅地方啦咁樣啊。咁今日喺傳統上邊咧，亦都有咧講到呢一個嘅使徒雅各曾經去過西班牙嚟到去傳道。所以咧，你可以想象當時其實真係一個好來往交通好自由啊！你諗下由雅各由呢一個以色列出嚟，可以經過咁多地方去到西班牙嘅話咧即係當時係好真係好和平啊！如果唔係都未出到去，都未去到經過土耳其就俾人哋即係搶晒啊！即係打敗啦，打死咗啦都唔定啊！所以咧喺某個程度上邊嚟講咧，佢真係可以達到呢一個國泰民安。咁咧，但係我哋要再深入去睇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另外一個狀況我哋提過咧，佢哋係好平和啦，啲人咧好多嘅娛樂啦但係咧佢哋有一樣嘢冇喺呢啲嘅情況裏面寫出嚟嘅，就話佢哋嗰個階級嗰個嘅區別咧好明顯嘅。一個嘅有錢人咧，只係同咧自己嘅圈子，即係另外一啲有錢人即係嚟到去來往嘅好講咧，大家即係嗰個權勢地位係唔係對等嘅咁呢一種嘅情況咧，
就係聖經裏邊咧，可能其實咧都有，但係就唔係好明顯嘅講出嚟啊。但係呢一種咧嚇喺民間咧就好感受到啦啊，貴族同埋平民嘅界線好明顯嘅啊。咁咧就係貴族就係在高高在上啦，平民咧其實咧好多就係一種服侍啊，或者甚至係奴隸嘅一個嘅階層啊。咁佢哋即係主人就可以好多嘅享受啦嚇，咁啊奴僕咧就要負責做好多嘅嘢嚇，或者你仲可以從佢哋嘅建築上邊咧去睇到嘅。羅馬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就係佢哋嘅浴堂啦、浴場啦，啊咁佢哋好講究嘅，呢個係喺英國嘅。英國有一個地方叫做 Bath 啊，巴富市啊，Bath 就係浴場、浴室咁解啊。啊咁所以你見到咧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浴場啫，喺一個咁樣嘅完整嘅浴場裏邊咧，最少有3個咁樣嘅池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設備，所以喺一班嘅貴族咧，佢哋嘅享受非常之好，而且咧有好多自己嘅奢華宴樂嘅安排嘅嚇，譬如話你想自己靚啲咁點啊？得啊！我哋去食咧孔雀嘅腦啦，因為孔雀好靚嘛。你食多啲孔雀嘅腦，你就想做孔雀嘅老細嘅啫喎。咁咧就食多啲孔雀嘅腦咧，你就會靚噶啦嚇。當然佢唔知道，可能佢哋冇諗起咧，只係你食咗之後，你自以為自己靚咗啫，其實唔係嘅嚇。因為咧，你知道今日我哋就會講孔雀，你即係如果一個人行出嚟，大家話佢好似孔雀啊，咁其實就係講緊咧呢個自以為自己好靚啫啊，人哋可能唔係覺得佢好靚嘅啊。咁另外就你唱歌好聽啊，你想聲音好聽啲啊，咁你食多啲咧黃鶯嘅舌頭啦，咁樣你就會唱歌好聽噶啦。你諗下呢啲係咪都係咁精細嘅嘢啊？食殺幾多隻黃鶯先可以有一碟菜上嚟俾你食咧？咁樣，所以呢一啲咧係嗰種嘅奢華啊，或者咧日常嘅生活裏邊都冇仗打嚇，國泰民安咁點啊？咁咪攞啲軍隊，叫啲軍隊去賽馬啦，去賽呢個係咧喺以色列啊，喺呢個海旁就係該撒利亞，保羅喺呢度受審嘅啦嚇。該撒利亞當時係總督嘅地嗰個嘅誒總督府嘅所在啊，咁啊總督府就連埋有個賽馬車場啦，咁啊一路喺度賽馬嚇。後來咧呢個地方又改為咗鬥獸場啊，我冇羅馬嗰個咁大，咁細細都好啊咁樣，所以你會覺得佢哋其實就係成為一種咧係娛樂嘅工具啊。所以我今日就要嚟探討咧，就係話咁點解呢個國泰民安又會對基督徒造成咁多嘅逼迫咧？啊，基督徒傳嘅和平嘅福音唔係正好同呢個國泰民安吻合嘅咩？問題就係出喺大家嗰個標準唔同。所謂嘅羅馬帝國嘅國泰民安就係邊個有權力，邊個能夠享受呢啲嘅特殊嘅待遇嚇，邊個能夠咧係俾人咧前居後恭啊，見到咧就即係但請安啊嗱跪地都唔頂啊，呢個係中國古代啦嚇咁，即係嗰種嘅過程啊，放喺基督徒或者放喺呢一個咧誒貧富懸殊啊呢個嘅環境咧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哋嘗試嚟睇咧嚇，羅馬帝國啊，其實因為佢哋對信徒好多嘅誤解，一有誤解咧就會出現偏見，一有偏見就會出現好多嘅唔對付啊，或者應該話咧係出現好多嘅對付嘅手段啊，咁咧就結果咧就越嚟越慘啦嚇。羅馬帝國咧對於信徒嘅誤解咧，第一件咧就係話認為佢哋唔敬畏神。當然啦，個問題就係究竟邊個先係神咧？點樣睇咧？喺羅馬人嚟講，皇帝就係神咯，皇帝自稱為神，咁佢係神咯，佢大晒啊嘛嚇。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咧，呢個咧呢個裏面係女嘅喎，呢個咧就係羅馬女神 Roma 啊，Lady Roma。咁咧，Roma 即係咩咧？Roma 即係羅馬咯，我哋講翻譯係羅馬啦。但係喺當時嘅文字上面咧，城咧係用女性嘅嚇。咁所以佢覺得咧，羅馬城咁重要、咁大嘅權力，佢哋就係呢一個咧，即係就係女神啦嚇。所以呢個係當時嘅所拜嘅呢個羅馬女神，而且咧仲有好多其他神，話驚漏咗喎，咁點算啊？咁就索性起一個咧叫做咧萬神殿啊 Pantheon 啊，就係咧萬神殿呢個今日喺羅馬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地標嚟嘅，就係咧
將嗰啲唔知係唔係啊，總之所有神都擺喺度啦咁樣。因為基督徒唔願意去向呢啲嘅偶像或者人咧去嚟到敬拜，所以佢哋就被視為一班唔敬畏神嘅人。你拜咩啊？我拜嗰個睇唔到㗎，睇唔到即係冇啦，即係冇拜啦，你真係唔敬畏神啦嚇。咁於是咧就產生咗第一層嘅誤會，而跟住所出現嘅咧就係開始咧有好多唔同嘅偏見啊。例如咧第二個偏見就係話咧係擾亂社會秩序。頭先提過啦，階級嘅分界咧喺羅馬帝國嘅社會裏邊好重要嘅啊！呢度你睇到啦，有好多唔同嘅人，兩極咧就係第一就係皇帝啦，元首啦就係最高噶啦嚇，差唔多好似與神同等嘅位份。最低嘅咧就係咧呢啲嘅奴隸嚇，最低嘅就係奴隸。所以咧喺當時嚟講咧，即係基本上咧中間嗰啲都唔係好重要嘅，呢兩極咧就好清楚嘅嚇。咁皇帝之下就有貴族啦，或者嗰啲嘅元老院嘅人啦嚇，佢哋有政治嘅權力嚇。咁而跟住落嚟嘅咧就係軍隊啊、將領啊，咁佢哋咧就有呢一個嘅軍權啊。佢有啲人咧亦都咧可能係商人啊，做買賣嘅。你話中國咧士農工商人好低賤嘅啫喎，但係唔係啊？因為佢哋有錢啊。喺羅馬嘅帝國裏邊咧，商人咧亦都對政治咧好有影響力嘅啊。咁啲富裕嘅商人咧，甚至有啲人有機會咧做一啲嘅行政嘅職務。佢唔係貴族，但係咧佢哋好有影響力。咁再落嚟，一般嘅平民咧，就係嗰啲嘅工匠啊、農民啊呢一啲啊，或者一啲普通啲嘅商人啦。咁佢哋咧都係即係有做一定嘅自由啦咁樣。咁另外有一種咧就係叫做自由人啊，我都曾經提過喺呢一度啊。如果你記得嘅話咧喺《使徒行傳》裏邊提過，《使徒行傳》第七章啊應該呢一個嘅司提反咧出嚟嘅時候，同一班叫做利百地拿會堂嘅人咧嚟到去爭拗嚟到去討論，唔係爭拗，去討論去到用將即係聖經啲救恩嘅歷史同佢哋分享。呢個利百地拿會堂咧，其實就係呢一班所謂嘅自由人，佢哋本來係奴隸嚟嘅，因為得到主人嘅喜愛咧，就將佢哋咧放咗出去啊，俾翻咗賣身契佢啦，佢哋咧唔再係奴僕啦、奴隸啦，咁咧就呢班嘅自由人喺呢個階層裏邊咧都唔係好高嘅咋，都係同呢班嘅農民啊、工匠咧就差唔多嘅啫。最低咧當然咧就係奴隸啦，冇任何嘅法律地位，可以算係咧主人嘅財產，主人中意對佢點做，打死咗咧都冇即係冇聲出嘅咁。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呢啲 gladiators 啊，就係格鬥士啊，即係嗰啲會武士咁樣。但係咧，你要知道咧，原來佢哋都係屬於奴隸嘅一個階層嘅啫喎嚇。所以咧，佢可能咧好得主人嘅喜愛，因為要養一個能夠咧即係長勝嘅一個嘅武士咧，好唔容易。不過如果你諗下，中國古代咪啲人咧中意鬥蟋蟀嘅。鬥蟋蟀嗰啲 grasshoppers 都係中意鬥蟋蟀嘅咧。咁啲武士其實可能個命咧就同嗰啲蟋蟀差唔多噶啦。總之你放出去鬥啊，唔係如果唔鬥蟋蟀，鬥雞啦，鬥鵝啦咁樣放出去鬥鬥完之後贏咗就即係非常好啦。佢哋好食好住但係仍然身份都係奴隸呢個係冇辦法即係解決嘅問題咁所以咧係當時嘅社會對於咧。階層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偏偏咧，我哋就知道咧，信徒咧就提出嚟，我哋大家咧係一樣嘅，我哋一齊住我哋咧係所有嘢係公用嘅我哋一齊去見證，我哋都係蒙恩嘅呢個弊啊，因為呢種係抵觸咗咧社會階層嘅距離呢一個嘅講法，甚至被稱為大逆不道你同邊個一齊食飯話？哦，呢個係弟兄姊妹一齊食飯，我明明見到嗰個係你父母嚟嘅喎，點解會你稱佢為弟兄姊妹啊？簡直咧係一種破壞倫常嘅講法咁。咁你可以想像當時嘅人咧，羅馬人咧對於嗰個嘅根深蒂固嘅呢種階層或者係身份嘅觀念咧，係冇辦法接納咧，話大家點樣一齊咧一心一意大家一齊喺一個地方彼此去嚟到去共用呢一啲嘅
財物咧咁樣啊。咁所以係好多嘅，當時有好多嘅誤解偏見啊。咁第三個咧就係咧，甚至出現一種嘅猜測咧，就係話哇佢哋咧有不道德嘅行為啊。咁呢個不道德行為咧就即係。因為嚟稱呼上邊咧，我覺得明明係父母，點解會變咗兄弟姊妹㗎嚇？呢個咧係歪撥咗咧係嗰個嘅倫常啊，即係呢個係唔啱嘅嚇。再加埋咧另外一個對佢哋不道德嘅誤解咧，就係聖餐啊，因為基督徒成日都聖餐。當時甚至咧《使徒行傳》講咧，就係每日都有聖餐嘅，每一次喺食飯嘅時候都擘餅嚟到紀念主嘅。咁但係咧弊啦，參與聽下。哇！佢哋話呢個係我嘅呢個係血，我哋可以飲嘅，呢個係身體可以食嘅，擘開可以食嘅咁。哇！咩嚟㗎？佢哋做咩啊？佢哋係呢度咧食人肉啊，甚至咧再加埋當時咧好多嘅基督徒咧就跨越咗呢一個社會嘅階層，就係話。佢唔係淨係同自己嘅嗰個階級嘅人咧嚟到去走埋一齊，而係咧到咗嗰啲嘅喺街上邊見到有病嘅人啦，或者被拋棄嘅一啲嘅嬰孩啊，都會咧係帶翻屋企去醫治。但係你知道俾人拋棄得喺街上咧，恐怕都係就快死㗎啦啊！咁所以好多人咧真係過咗去之後，死咗啦啊，咁就冇啊。咁哇，點解嗰啲人？你喺旁邊，如果你有偏見，你就好容易講噶啦。點解會個個去到嗰度咧都死咗先出嚟㗎嚇？你做乜嘢？咪又係可能係飲血啦，食人哋嘅人肉咯咁。於是，一路越滾越大嘅基督徒咧，就變成咗係欺壓啊、殺人啊，有好多嘅嫌疑啦。所以被稱為咧不道德。唔係，我哋唔係噶啊！我哋一定好自然就會反駁啦。我哋唔係即係歪撥倫常嚇。你知道咧，我哋其實係即係嗱，聖經都教我哋噶，我哋嘅使徒教我哋噶，要誠實啊，要恐懼戰兢啊，即係遵守律法啦，就好似聽主人嘅話嚇，唔係唔聽主人嘅話啊，唔係同主人一齊坐喺嗰度咧，即係大逆不道啊！我即係可能主人擘餅遞俾我，好似哇主人即仲要服侍你咁，唔係，我哋係聽從基督噶嚇，弊啦，罪加一等啊，吃裏扒外，點解啊？原來咧，因為咧，如果你話你同你嘅主人一齊聽基督嘅話，或者講你哋嘅教導，叫人咧係同主人一齊咧係聽從基督，咁咪變成咗將主人都放落喺一個嘅一個嘅奴隸嘅身份，呢一種咧就叫做煽動叛亂啊！咁咧就更多嘅罪名咧就一個嚟啦嚇。呢個梗係啦，點會好嘅啫？佢哋跟隨嗰個人啊，佢哋信嗰個拜嗰個係一個罪犯嚟噶嘛。你要知道耶穌被釘十字架噶嘛，所以喺當時喺羅馬帝國係窮兇極惡嗰啲罪犯咧，先至被釘十字架嘅啫。所以喺嗰個世代係冇辦法想像你哋拜一個罪犯，跟隨呢個罪犯嘅教導，結果就擾亂晒成個社會秩序。當時咧好多呢啲例子咧俾人提出嚟嘅，譬如話一個貴族嘅女子佢唔願意咧跟父母嘅指定父母帶佢咧就要同一個人結婚咁佢唔願意，於是咧佢就俾家族咧嚟到殺害。我咧冇時間加落去，不過咧如果你睇得到大嘅屏幕咧，你可以留意下咧佢嘅手啊，佢嘅手咧呢一個嘅女子咧，佢咧喺其中一個嘅嗰啲嘅基督徒嗰啲嘅地下墓穴裏邊咧有呢一個像啊，咁喺羅馬咧會有機會睇到嘅。當然，如果係 provided 你係去嗰個嘅，因為有好多嗰啲地下墓穴嘅。咁佢嘅右手咧有兩隻手指伸出嚟嘅。按照當時嘅文獻去講咧，就係話呢個咧係佢就算死啊，佢都要做緊見證。佢個手指啦，兩隻手指係講到咧，耶穌基督咧又係神又係人呢個神人二性咁呢一個嘅就。咁左手咧都有一個講法嘅，就係佢做緊一個咧關於耶穌基督嘅手勢，但係因為有呢個雕刻咧就唔係好肯定啦，咁我只係略略提一提啫。咁所以咧，你留意到當時嘅人咧就係話有好多啲例子啦，你教到我女唔聽話係你哋嘅錯啊！
咁你至於頭先講到啦，你話我哋一齊喺天上有一個王咁你根本咧就係將我哋嘅主人咧拉咗落嚟咧做一個奴隸嘅嗰個嘅層次，所以講到尾咧，全部都係好多嘅誤解嚇，即係令到咧即係。越講咧，即係越辯咧，越不明嚇，越辯咧，越分辨咧，就越俾人咧係叉出嚟好多好多嘅呢一啲嘅罪名嚇。咁所以咧，完全係因為誤解，所以基督徒咧就變成咗喺羅馬嘅時代咧，變成咗一種嘅罪惡、罪人嘅一種嘅即係該死嘅一群人啊！咁你話唔係喎？當時咧聽講喺歷史上邊咧有好多好皇帝嘅喎甚至咧喺當時有單單係到咗大概90零年啦，未夠90年嘅中間咧，就已經連續咧出咗好多個好皇帝喎。歷史上面都擺到明，佢哋叫做5個賢王，Five Good Emperors 因為咧喺佢哋嘅治下咧非常好。嗱，我哋都唔可以話佢唔好嘅，不過你要明白嗰個好同唔好嘅尺度喺邊度咧？當時原來講到佢哋呢5個人都係好皇帝咧，只不過係強調咧，當佢哋由一個人傳位俾另外一個人嘅時候咧，中間好平穩，中間冇咩血腥爭鬥嘅過程，咁咧就所以就叫做5個賢王啦。咁佢哋亦都真係有佢自己嘅各自嘅成就嘅喎。不過呢啲成就對於猶太人或者對於信徒嚟講，又係咪好事咧？例如呢個 Trajan 呢一個嘅 Trajan 叫做圖拉真翻譯做圖拉真咧，佢咧係嚟到去開始咧建好多咧嗰啲嘅神廟另外 Hadrian 咧哈德良咧就係佢喺主後133年咧，係將整個羅馬城咧嚟到拆毀咗，將佢建成一個咧sorry 唔係羅馬城，將整個耶路撒冷對唔住將整個耶路撒冷咧嚟到拆毀咗重新咧建立咗一個咧係羅馬型嘅羅馬式嘅城市咁咧亦都咧係令到嗰啲嘅當時咧嗰啲嘅猶太人咧即係群起而攻之啦咁咧就將再一次咧係將佢哋咧係令到佢哋係被趕逐嚟到係差唔多咧係耶路撒冷係徹底被毀咧，都喺哈德良嘅手下咁所以你話佢哋係咪好皇帝咧？喺某個程度上咧，就係佢哋因為起碼交替嘅時候咧，冇咩血腥事件出現，但係對於其他嘅佢哋治下嘅子民咧，卻唔係喎所以呢個原則好重要。咁再睇翻落去咧，鬥獸場我頭先提過啦，鬥獸場建立鬥獸場就為咗讓人民有娛樂啊嘛。咁咧就，但係呢啲娛樂好貴喎，你知成日派兩個派嗰啲嘅格鬥士出去打咧。總要打死一個噶嘛！如果萬一嗰啲人民當時好血腥，一定要殺嘅，咁你咪每一日都可能選好幾個，好貴嘅喎。由一個細路仔開始訓練，養到佢可以出嚟打仗，出嚟喺個鬥獸場上面表演，好貴嘅喎。如果俾隻獅子咬親咁啊唔抵嘅喎。咁唔好啦，都係有啲基督徒去啦。一來基督徒當時已經被人覺得咧都係即係賤民啊，唔需要噶啦再加埋基督徒平啊嘛，喺監裏邊揾幾個出嚟掉出去就得㗎啦咁樣，所以咧呢個咧就慢慢成為咧對基督徒嘅壓迫咧就更加增大咗，所以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當時好多基督徒咧就匿埋落去呢一啲地下嘅墓穴叫做 catacomb 地下嘅墓穴，咁啲墓穴好細嘅，又當然有啲房間咧，因為有啲嘅。家族嘅墓穴咧，就會有啲位咧，俾佢哋去祭祖嘅時候咧，可以係坐下食即係大家食下嘢咁咁於是咧好多嘅羅馬嘅城外咧好多呢啲墓穴嘅，今日可以開放咧，起碼都有5、6個咁所以就匿埋入去嗱呢一個當時好多嘅基督徒匿埋喺呢啲地方。甚至咧，佢哋仍然係敬拜，仍然咧係有聖餐。今日咧，我哋如果有機會去天主教會嘅彌撒嘅時候咧，喺佢哋
聖餐嘅時候咧要打鐘嘅，有個鐘聲嘅。咁我有一次去呢一個嘅墓穴嘅時候咧，我先知道原來因為咧大家隔得，因為啲房太細啊，大家隔得好遠，咁可以有自己唱歌、自己禱告、自己讀經嘅時間，但係去到聖餐咧要一齊喎，咁所以咧到預備好嘅時候要聖餐咧，就有人打鐘啦嚇，打鐘即係提醒咧唔同嘅房間嘅人咧，我哋都而家要聖餐啊，要開始擘餅禱告擘餅啦咁樣咧，咁就知道啦咁呢個咧流傳到今日咧都仲係喺天主教會裏邊咧會用嘅一個嘅模式嚇。好啦，翻嚟睇邊個係老闆？呢個其實係不停咁喺度問緊一個嘅問題嚇，就係話咧，究竟係人啦，係嗰啲元老院啦，即係因為議會啦嚇，因為話咧係獨裁者啦，喺中間咧亦都有人嘗試嚇，能夠有啲更加好啲嘅做法咧？咁於是喺大概係主後咧，即係呢個第三世紀末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安排，就叫做咧共同嘅共治嚇，就叫唔係共和係共治，就係當時咧係有皇帝，但係咧唔止一個皇帝，係反而有4個皇帝。啊，所謂嘅正帝咧就係咧所謂佢個名稱咧就係阿古士督啊或者奧古斯都啊，呢個咧就係正帝。當時唔止一個正帝，仲要分東正帝同埋西嘅正帝，因為羅馬帝國太大啦，將國家咧分成兩半，大家咧都有共同嘅統治。咁正帝咧就之下咧仲有副帝，副帝就係凱撒啦嚇。咁咧就係用呢當時就將呢一個本來係一個人嘅名號啊，呢個Octavian 啊，佢咧就叫做該撒亞古士督嘛，佢將佢分咗佢啊，變成咗4個嚇，而且東西咁即係意思就係話咧，佢哋咧係可以咧係互相輔助，而且一早係預備有承繼嚇，即係要有呢一啲嘅狀況咧就預咗噶啦啊，咁唔使爭啦到時。舉個例子嚇，當時有一個嘅皇帝嚇，就係咧呢個其實就係後來咧君士坦丁嘅爸爸嚇。咁嗰個呢個佢嘅咧就喺293年嘅時候咧就做咗，當時佢一開始咧就做西方嘅副帝，西方咧即係大概係法國啊、英國啊、西班牙呢一部分啊，就係西方西羅馬。咁西羅馬帝國，咁佢喺293年咧就先做咗副帝，後來咧就成為正帝。咁咧就咁佢喺306年咧就駕崩啦。咁好正常咧，就應該當時咧就由個副帝咧升上嚟咧做呢個正帝。但係咧對唔住嚇，大家唔高興，啲人民唔高興，特別佢係軍隊嚇，軍隊唔高興，於是反而咧喺306年咧，軍隊咧就擁立咗咧佢個仔嚇，就係今日嘅康斯坦丁大帝咧，就喺英國嚇呢個 York 嘅呢個約克郡嘅地方咧，嚟到將佢咧係為佢加冕，將佢咧係當成咧係呢一個嘅西方嘅皇帝嚇。咁呢個係咩咁啊？人一插手出嚟咧又爭咯喎，本來唔爭噶嘛，安排就為咗唔爭啫嘛。但係咧短短嘅幾年咧就已經即係唔成功啦嚇，大家咧就喺度爭啦。咁康斯坦丁咧都係個聰明仔嚟嘅嚇，識得咧遠交近攻嚇，嗰啲咧就遠嗰啲咧就去同佢 friend 啦嚇，咁跟住咧就慢慢咧就係對付咧周圍嚇，即係自己周圍嘅人咁。一路咧就爭取更多嘅權力，咁慢慢因為佢咧能夠打敗咗咧當時喺應該話佢贏咗咧當時喺法國同埋德國嚇，用今日嘅地理嚟睇咧，呢一啲特別係嗰啲嘅未開發啊嗰時啊，法國同埋德國嗰啲咧都係一啲叫 tribes 一啲嘅部落嘅啫，咁咧所以佢就慢慢有名啦，多啲人支持佢啦，咁然後去到後來咧佢就直接咧去。殺上去羅馬啊，同咧當時喺羅馬嘅呢一個嘅掌權嘅人咧嚟到去爭鬥啦啊！咁當時呢度咧又帶咗一個嘅宗教色彩啊，就話佢咧喺佢要上去羅馬要面對下打呢一場仗嘅之前咧，佢發咗個夢喎，夢見呢一個嘅符號啊，呢個符號咧今日咧就係其實喺希臘文裏邊咧。Chi 同 Rho 啊，Chi 咧就係呢個 X 型咧就係 Chi 嘅意思咧就係
Christ 啊，即係代表 Christ 啊，佢咁睇啦。Role 咧就係皇帝啊，所以 Kind 即係 Christ is King 啊。咁所以結果咧就話呢個係一路野史啦，就話佢打仗嘅時候咧就喺個旗上邊咧就寫晒呢個符號，然後咧就喺呢一條嘅橋上邊，呢個喺羅馬郊外嘅一條橋上面咧嚟到打贏咗呢一場嘅仗啊。咁無論如何咧，喺佢嘅心靈睇呢個講法裏邊咧，就話咧佢覺得係因為基督幫佢嘅緣故。咁點解佢會咁諗咧？咁好，因為係佢阿媽咧就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嚇。咁我哋唔好研究佢咩宗派啦。不過咧，今日我哋有時去到以色列咧，成日睇好多個教堂咧，都係因為咧呢一個佢嘅可能嗱皇后啊，就係康斯坦丁嘅君士坦丁嘅阿媽咧嚟到去支持。咁所以又受影響之下咧，佢亦都咧下令咧開始咧嚇，即係唔好再逼迫基督徒啦，讓基督徒咧有自己嘅信仰自由啦。咁嗱，呢個未停喺嗰度喎，因為君士坦丁咧喺312年咧係打贏咗啦，但係當時仲有其他嘅皇帝噶嘛，其他嘅仲有正帝副帝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慢慢繼續咧係喺320都用咗大概十幾年時間咧，就成為咧唯一嘅皇帝。咁咧佢嘅影響咧，對於教會嘅影響咧，都係重要嘅，因為佢一開始咧就開始咗建立呢個尼西亞召開尼西亞會議啦。後來咧佢又遷都咧去咗東邊，今日嘅伊斯坦堡，當時叫做拜占庭，但係佢咧就將嗰個地方稱為新羅馬。所以你可以睇到咧，佢其實都一路咧係似乎咧係好支持呢一個嘅基督信仰啊，但係咧。同時佢又身兼咧異教嘅祭司嚇，佢幾時先至即係確認佢嘅信仰咧？呢個真係好精嘅嚇。去到337年，佢臨死之前咧，佢先受洗。咁咧，所以咧佢就即係我哋覺得佢都係信基督嘅咁。但係呢個信仰，我當然唔係輪到我哋去批評啦。但係我會覺得我哋要問清楚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政治手段咧？咁樣。今日我哋話咧係基督教成為國教咧，其實實際上咧就喺佢死咗之後咧，佢嘅後代嘅子孫咧喺380年嘅時候咧，先至嚟到去喺帖撒羅尼迦呢個地方咧宣佈咧基督教咧要成為國教，由羅馬嘅國教。留意喎，佢成為羅馬國教，仲有一個基礎咧，就係話要根據咧尼西亞信經咧裏面咧所講嘅呢一個嘅情況咧，嚟到所信嘅信仰咧就係有呢一個規限喺呢度嘅。今日你去土耳其咧，如果你喺伊斯坦堡咧，你就會見到一塊咁嘅喺呢一個嘅南廟啊，即係同埋呢一個嘅大教堂嘅附近外邊咧，就見到一個咁嘅石碑啊，就係話咧當時咧就係佢嘅當時嘅皇帝呢個 Theodosius 啦，就係咧設立咗呢一個嘅碑嚟到去 Theodosius 咧就記住呢個 Theodosius，Theo 就同神有關嘅啦當時咧已經係睇到嗰個係已經係成為國教所以咧對當時係有影響嘅。嗱，國教咧係冇對當時嘅人有影響啦基督徒咧，我以前都講過，我今日唔講啦。就係咧，當時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終於釋放咗啦，終於有好多自由啦，有一啲休養生息嘅機會啦。但係咧，因為太快啦，所以佢哋仍然咧都缺乏咗咧有系統嘅教導。咁咧，而且喺好幾年好短嘅時間大概咧應該都係十年廿年左右咧，就開始咧出現咗咧東方咧有好多嘅蠻族好多未開化嘅真係稱佢哋為 barbarians 嘅總之喺東方有好多或者其他地方咧即係有好多嘅呢度都睇到啦，唔同嘅民族咧過嚟係打佢哋即係爭取。咁其實當時可能就係因為生活嘅環境有問題咁佢哋想揾一啲更加好嘅生活嘅方式咁所以就過嚟啦打啦當時打咗好多次嘅，其實就算係羅馬城本身咧，喺短短嘅呢個第5世紀短短嘅100年之內咧，都已經幾次咧係被呢個唔同嘅民族咧嚟到去搶奪。咁當然咧，佢哋係去到喺476年咧，俾一個德國嘅
過嚟嘅民族咧，終於係打敗咗啦。咁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話咧，呢啲民族當然周圍到嘅就係話到處咧破壞啦、搶掠啦咁樣。但係佢因為當時咧呢一個嘅羅馬嘅主教咧好有智慧啊，咁佢真係咧係攔阻咗咧羅馬城咧係完全被毀壞嘅。咁呢一幅圖咧係講到當時嘅一啲嘅蠻族嚟到嘅時候咧嗰個狀況。不過咧，我哋要知道咧，其實佢哋並冇咧將羅馬城完全嘅毀壞，而重點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羅馬嘅主教咧就變成咗咧喺教會裏邊咧成為咗非常有權勢嘅人，因為當時咧啊主教會分為東西兩部，但係大部分嘅當時有5個中心咧，大部分都係東方嘅，而羅馬咧係西方呢一邊咧係唯一嘅一個咧係有主教啊，即係一個大嘅權勢嘅一個嘅中心啊，信仰嘅中心。咁而咧喺呢一件事件之後咧，當時羅馬嘅皇帝亦都好疲弱啊，喺主後嘅476年咧就正式宣布咧西羅馬帝國咧已經係覆亡啦，分散成好多嘅小國啊。咁但係咧教會佢係繼續嘅強盛。就而且經過咗咧大概200年左右嘅建立咧，仲變成咗咧所謂嘅教皇啊。咁佢哋咧就即係喺個權力嘅底下咧，佢哋就用咗好多嘅時間嚟到去發展教義啦、禮儀啦，或者喺建築啊各方面啊。今日咧，如果你去即係呢個係米蘭啊，米蘭嘅大教堂可以話咧全世界咧係其中一個好大嘅教堂，最大嘅當然就係梵蒂岡啦都係喺意大利㗎。所以你要睇到佢哋咧喺好多嘅方面都領先嘅，喺建築喺藝術方面都領先嘅。不過我只能夠好嘆息，對唔住，好長氣，不過要嘆息嘅講一句咧，就係話喺靈性方面咧，卻係咧似乎仍然都係跟唔上。點解跟唔上啊？咪有好多禮儀，好多敬拜嘅時段啊，好多嘅方法噶喎。不過咧，可能個教導上面咧就只係好浮淺譬如話我哋呢個喺舊約聖經都有嘅，設立一個節期，教導人咧嚟紀念神嘅拯救啦。有你知得復活節之前咪有所謂嘅大齋期 Lent 有呢一個嘅聖灰主日，我哋都喺度講過好多次噶啦但係咧結果係點咧？呢一個本來係教導人要紀念喺受苦節之前嘅40日，我哋好好地禱告反省嚟到去預備去改變嘅咧，結果咧搞錯咗啦結果成為咧星期三係聖灰主日，聖灰星期三星期三係嗰一日開始咧呢、個大齋期嘅開始，即係以後咧就唔准食肉唔准做啲咩咧。咁星期二好快啲食晒佢本來咧個目的真係唔好嘥咗啲嘢啦即係聽日開始唔准食肉喎，咁不如今日就即係最緊要一定要清理晒啦。咁但係慢慢咧就變咗咧就開 party 啦有啲咩肉油嗰啲咧，所以咧呢一個名咧又叫做 Shuffle Tuesday 咧，就係話嗰日咧要食 pancake 就落多啲油，落多啲粉啊嘛，食大大食飽佢。又或者咧叫做 Fat Tuesday 脂肪fat 點解因為之後唔准食肉啦嘛咁於是咧慢慢又變成咗咧喺美國有啲地方咧好出名嘅嘉年華會啦呢個 Mardi Gras 我哋都聽過呢個西班牙文嚟嘅。不過咧講緊嘅其實就係話咧係趁住要齋期開始之前咧瘋狂玩。咁當然啦，結果今日咧大家都記得瘋狂玩，就唔記得咧原來係為咗咧係預備個心態咧係等候基督嚟到默想咧基督嘅受苦。另外一個同樣係咁樣被誤解嘅節期咧就係萬聖節啦本來咧11月嘅就嚟到啦11月嘅頭幾日咧就我哋紀念嗰啲殉道嘅聖人所以咧就叫萬聖節。咁於是又慢慢又搞偏咗咯喎。哇！咁即係啲聖人一出嚟咧，鬼都唔敢喐噶嘛。咁於是咧，啲鬼咧就要喺咧聖人出嚟之前咧，就要出嚟大搗亂一番咁結果今日我哋講起萬聖節咧，都淨係知道要做埋呢啲咁嘅嘢去同啲鬼鬥法去攞糖去嚇人去作惡作劇咁樣。
呢個就出現咗好多咧，呢啲喺民間咧完全都唔明白嗰個呢啲嘅節期嘅重點嚇。你話咁唔係靠一兩日嘅，都係靠一班人咧係願意遵隨神嘅吩咐去做噶嘛。有啊，有咁嘅人啦。所以喺由好早期已經開始咧有呢啲嘅修道院啊，因為尤其是喺國教開始冇幾耐，好明顯咧國教咧都冇甩到嗰種嘅，冇將遊樂嗰種嘅奢華宴樂嘅嗰個嘅心態搞出放開嘛，咁於是就開始有修道院嘅制度出現啦嚇，主張咧貧窮啦、貞潔啦、順服啦咁樣，唔係冇人想到咧，應該要從世俗嘅捆綁裏邊要出嚟嘅，但係結果咧，好多人嘅努力咧，可能就剩翻落嚟就變成咗人嘅努力，只會失望，因為修院一個接一個嘅成立，慢慢咧都係變成咧，點解會要一個接一個咯？就好似啲皇帝咁咯，嗱，本來出嚟幾好噶，到年老嗰時又冇啦，到或者即係修院又係開始嘅時候好忠心嘅，慢慢有錢啦啊，慢慢咧有權勢啦，又變成咗另外一個咧係。即係好似啲皇帝咁，另外一個嘅腐敗啦啊！咁於是又再有新嘅修院出嚟啊！咁我哋今日唔講啦。不過你會留意到咧，修院慢慢成為咗咧喺當時嘅唔同地方嘅呢啲嘅有權勢嘅主教咧，佢哋手裏邊嘅爭權奪利嘅工具啊，甚至成為咧對付嗰啲有意見唔同嘅人嘅一種嘅親兵嚇。咁所以咧啊〜教皇嘅制度咧，結果都沒落啦。我哋以前提過啊，呢啲個君王嘅制度好快就沒落，教皇嘅制度好少少啦，都延長咗差唔多10個世紀喎。但係結果亦都離唔開啊，似乎咧就係離唔開嗰種嘅敗壞啦，離唔開嗰種嘅權力鬥爭啦，又離唔開呢一種嘅即係財富嘅唔平衡啊，唔平均啊。咁關於聖經裏邊教導嘅嗰啲大家係要彼此關顧啊，彼此去饒恕啊，彼此去同心啊，即係嗰啲嘅教導咧，原來都已經模糊咗啦。哦，咁而且咧，仲走出咗另外一種境況咧，就係話喺教皇對於嗰啲嘅治下嘅臣民咧點樣咧就教佢哋要拜聖人啦你咁好啊，你捐咗好多錢俾教廷啊，好啦，咁我就送一個咧聖人嘅遺骸俾你你睇清楚啊，呢個真嘢嚟㗎，仲帶住一個棕樹枝嘅，證明呢一個人咧佢曾經去過耶路撒冷打十字軍嘅時候去過耶路撒冷嘅，而家就將佢送俾你啦。咁咧就呢個我喺奧地利一個嘅教堂裏邊見到㗎，咁就咁即係咩啊？咁你拜聖人同拜偶像有咩分別咧？可能冇乜分別嘅啫，個心態都係咁。而且教宗自己啦，教皇自己咧，亦都曾經移民啊。點解要移民啊？喺14世紀初嘅時候14世紀曾經有大概70年嘅年代咧，由意大利咧移民咗去法國啊。點解啊？因為咧。意大利動盪咯咁喂，咁我哋唔係講緊教宗帶嚟和平嘅福音帶嚟即係為即係呢個世代你嚟到去教人去平和咁教人去即係用愛嚟到去相待嘅咩咁？結果咧係因為咧當時教宗都喺度爭喺嗰段時間喺呢十四世紀呢70年嘅時候，最高紀錄曾經出現過同時存在3個嘅教皇。大家都話自己先至係正統嘅咁所以先至喺15世紀初嘅時候咧，要去到德國咧嗰個康斯坦茲嗰度開大會啊，決定邊一個先係真正嘅教皇。所以睇翻轉頭，我哋睇羅馬帝國嘅歷史，國泰民安，點解信徒卻唔能夠承受呢？即係享受到呢種平安咧？係因為大家都當自己係老闆，自己先至係嗰個最有權力，甚至用咗不擇手段去爭取呢啲嘅權力。所以咧，
呢個本來望落去幾好喎，哇好人強馬壯喎，好有智慧喎，無論係喺建築啊，喺各樣嘅科技啊，喺政治上面都好豐富啊，權力哇又遍滿成個即係橫跨呢一個歐亞非三大洲嘅呢一個嘅帝國咧，都係一路敗壞。我喺度講咁多嘢咧，雖然都係講緊羅馬帝國或者喺人間嘅民間嘅事情，但我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就去想像，因為如果呢樣嘢係發生喺教會，係點樣樣咧？教會裏邊當然冇咁誇張，冇咩民不聊生咁，呢個唔係呢個問題啊咁。不過可能今日換過嚟係即係換咗另外一件內衣啫。原來有喺中間有好多即係。我哋會唔會有一啲嘅做法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用緊自己嘅心態，用緊自己嘅情緒，甚至用緊自己嘅野心目的咁啊。咁係，我又唔係叫佢翻去研究下，佢究竟啊牧師你係咪有野心啊？咁嗱，呢四話唔係我講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話俾牧師聽，喂阿上邊咁講嘅，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我係想話我哋翻翻嚟睇，唔係睇人哋，係睇自己。究竟今日我哋講任何嘅嘢，做任何嘅嘢，我哋覺得一啲嘢即係睇唔順眼唔得咁樣。究竟個問題係真係對方有問題，或者係我自己有問題咧？我係咪出於一種會出現咗種一啲偏見，以致到我哋對於喺教會裏邊咧嗰種嘅神嘅關於愛嘅教導，卻係變成咗一種即係我哋指責啊，係你唔愛你唔愛教會，你唔愛我咁就問翻轉頭，我有冇愛對方咧？我有冇愛教會咧？咁樣。嗱，我呢個係即係時間短促，我只能夠係一少少嘅分享。不過我自己就覺得，今日我哋所需要嘅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唔應該讓呢一啲世俗嘅呢種嘅表面化嘅好話，哇！我哋教會可以坐幾萬人㗎咁啊，我哋教會可以點點點㗎咁啊，我哋個個講完啊，美國有㗎，個個講完行出嚟咧，着博士袍嘅講道，唔係着牧師袍，着博士袍嘅嚇，請親咧都係好高學歷嘅人啊咁。呢個其實唔係重點，我覺得真係翻嚟就係話，究竟喺神嘅眼裏邊。我哋或者我哋喺我哋嘅眼裏邊，我哋所敬拜嘅，我哋所追求嘅，係唔係神嘅心意咧？我哋求神咧，俾我哋有呢個好嘅提醒。咁我哋一齊有禱告，天父，我哋懇求你嚟到去開我哋嘅眼。人嘅說話可能總係有漏洞，人嘅體會可能總係會有自己嘅心意，設定咗一種嘅嗰個嘅背景喺裏邊。主求你憐憫，今日我哋想做嘅唔想做嘅，今日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好興奮嘅計劃，或者我哋喺心裏邊疲乏難過，覺得喺信仰上邊枯乾無力嘅時候，或者我哋覺得好有興奮、好有精神，但係佢係用緊自己嘅心意去爭取好多自己嘅好處嘅時候，主啊，你都憐憫，我哋都係一群俾你呼召，俾你嚟到拯救嘅人。我哋求主嚟到幫助帶領，讓我哋唔好停喺浮淺嘅一種嘅外表嘅感受，唔好停喺浮淺嘅一個知識嘅層面，而係真係讓我哋嘅心向你敞開，讓你嘅話語成為我哋嘅提醒。當我哋面對你嘅提醒嘅時候，讓我哋願意聆聽，願意成為我哋心靈裏面嘅力量，願意成為我哋改變自己嘅動力。主要因為你喺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就因為愛我哋嘅緣故，為我哋死。求主嚟到幫助我哋，帶領我哋所作嘅能夠喺你面前蒙你嘅悅納，亦都讓我哋彼此嘅提醒，成為我哋一同成長嘅機會。主係願頌讚歸你，我哋祈禱咁樣，奉耶穌基督嘅名字。